酒店有幾十間房，有啲普通房四面都係冰，而極光房就有燈光模擬極光效果，都幾浪漫。但係一場嚟到，仲要瞓雪櫃咁凍嘅房，梗係要瞓最特別嘅冰雕藝術房啦。好似呢間叫 Elephant in the Room 嘅房，就有大大隻大笨象冰雕。明明凍到震，但係就好有非洲大草原 feel， 好精神分裂啊！有啲房仲有孔雀冰雕、人像冰雕，間間都靚到震。我住嗰間就叫 Counting Sheep， 即係數綿羊，成間房都係綿羊冰雕，靚還靚。沖完個熱水涼，着晒最保暖嘅衫，再包埋睡袋，瞓上張冰床。個身唔算好凍，但塊面都有少少僵嘅感覺。好彩嗰晚夠攰，唔夠10分鐘就瞓着咗，直到第二日8點俾人叫醒。如果真係怕自己頂唔順，又想參觀冰酒店，其實冰酒店有參觀時段。如果係臨時縮沙嘅話，可以瞓 locker。或者即時俾多份錢住酒店嘅溫暖小木屋，但縮沙前點都要瞓上張冰床 selfie 一下。